嘛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的关系，南投的日月潭甲大轮山拢来出现着大景。昨尾嘛日头落山进前是出现着火烧云，同时阁落着咪咪啊雨。伫这个阳光的反射之下，大轮山是发出着金黄色的光芒。啊，这个日月潭的水下大山，阁来出现着超大的彩虹，民众是小真来翕相。 规个天顶予夕阳染做柑仔红色，而且层次分明。箱子内底柑仔红豆豆对外口染变紫色，搁变蓝色，天顶变做调色盘。这是南投日月潭水下大山，搁出现真大而且真清的半圆彩虹。彩虹外口搁有一层双彩虹挂伫天顶，吸引真侪在地民众想要来翕相。阳光就是照在那个山上，看起来就很漂亮，是那种翠绿金黄色的样子。 然后到那个大概5点半过后，就是开始有火烧云的时候啊，整个山头就变成那种橘红色，然后彩虹也变得更漂亮。那日月潭出大景，大轮山嘛真水，敢若两人同款的柑仔红色夕阳都伫山头，射出来日头光，甲天顶染做金色，附近的山头阁有云海。因为台风它其实比较偏向我们的东南侧这个地方在走哦，那所以这情形就是整个水汽大范围的水汽哦，就是从比较偏东半边这个地方过来，那所以大气的水汽比较多的时候呢，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。那其实就是因为水汽跟这个阳光有一些折射跟这种作用在，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圆规风台虽然无定量，不过过境附近海峡带来真侪水汽，河南岛的山区出现火烧云，阁有真大的双彩虹，这嘛是敢若伫风台要来的时阵才看会到的景色。